从谁当行政院长开始？谁？大声一点！去年是谁开始修理 NCC、掌控 NCC、把黑手伸进了黑 NCC 是谁？苏贞昌上台了以后，开始控制 NCC。苏贞昌上台了以后，开始监控新闻台的内容。不要躲在后面，不要让 NCC 当打手。NCC 一个全世界都应该公认独立、超然、捍卫新闻的组织，在我们的 NCC 组织法第1条就写得很清楚。今天沦为东厂，真的没有选择性吗？有没有针对性？有没有针对性？公平吗？中立吗？笑话！有谁相信 NCC 这一次针对中天的所有裁罚跟听证会是公平的、是中立的呢？没有，它已经成为2020年最大的笑话。我就跟大家补充一点，不管你喜不喜欢中天啊，你要尊重他的言论，不能因为他可能支持某个候选人、某个党派，你就要把他关台。大家讲对不对？国民党不是不曾执政过，马英九执政几年？8年。有没有关掉三立电视台？有没有关掉民视电视台？难道我们比较笨啊？不会排除异己，把不支持自己的电视台关掉吗？不敢做了，做美乐。警察不要挑衅，埋葬人质，埋葬不公不义，埋葬贪腐政权，埋葬贪腐政权，埋葬不公不义。好，请大家注意大家安全，现场的头等注意媒体的安全，现场的头等请注意媒体的安全。好，你们就合法申请的集会游行，请保持和平理性，请保持和平理性，警察在场维持秩序，谢谢各位的合作。谢谢各位的合作，你们是合法申请的集会游行，请保持现场和平理性，请保持现场和平理性，请不要冲动警察。谢谢各位的合作，谢谢各位的合作。警察不要当打手，警察好，谢谢，请保持和平理性，请保持和平理性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申请的，我们是合法申请。合法申请。